喂，大家好，諗下，如果你退休之後每個月坐喺屋企嬉下，仲有幾萬蚊自動飛入戶口，唔使動手指頭，你會點？係咪即刻飛去旅行，定係叫外賣食大餐？呢個唔係夢，而係被動收入嘅魅力。但係點樣先做到？今條片我就同你分享退休前嘅關鍵時刻，等你晚年過得開開心心，銀包永遠唔扁。今條影片會分開幾個部分，簡單背景、影響、發財哥6大獨家精闢部署，記得睇到最後會有更爆資訊。如果你想知道最新秘密，想快過朋友知最新猛料，記得訂閱啊！我係發財哥，專同大家講有用資訊，得閒分享收息、保本、退休生活嘅貼士。希望你哋日日開開心心，生活好似食咗粒糖咁甜。今日我哋講嘅係長者被動收入同退休規劃，特別係退休前5年最關鍵嘅部署。呢個話題好似一碗靚湯，飲落去暖粒粒，但好多人唔知點煮。根據最新嘅調查，香港中產人士平均要200萬蚊先過到理想退休生活，每月被動收入起碼2.7萬蚊先夠用。哇，聽落嚇人！但係鮮為人知嘅內情係，依家好多長者靠 PF 同 TVC 已經開始自製長糧，唔使擔心錢唔夠用。例如匯豐嘅報告話，超過半數退休人士有被動收入來源，但好少人知呢啲收入唔止股息，仲包括年金同租金。關鍵係早規劃。首先簡單講下背景，退休規劃好似建一間屋，地基要穩，退休前5年就係打地基嘅黃金期。專家 Emily Guy Birken 話，呢個時候犯錯風險最高，因為你已經唔夠時間補救。但係好消息係你仲有機會調整。香港嘅 MPF 制度幫晒勞資雙方供款，滾咗幾十年，到65歲提領起碼有筆錢。但係最新情況係2025年香港取消咗 MPF 對沖安排，意味着僱主供款唔可以用嚟抵人工，退休金更穩陣。仲有鮮為人知嘅係，好多長者用 TVC 扣稅自願供款，每年最多扣6萬蚊稅，呢個係隱藏寶藏，少觀眾知。試想你每月多供少少，稅少交，錢多滾雪球，退休時多咗好多被動收入。講到影響，退休前5年嘅規劃直接影響你晚年嘅開心度。首先經濟上做好部署，等你有足夠被動收入 cover 開支，唔使驚錢飛走，好似一條河，錢流得穩，你就 hit 得定。第二，心理上有計劃嘅人，焦慮少咗，生活多咗樂趣。調查顯示，80%退休人士資產比退休時多，因為佢哋早早計劃，留錢俾後人同醫療。第三，健康上早買保險，晚年少煩惱。香港健保健全，但個人醫療開支大，做好呢啲，影響係你日日燒口常開。依家我同你分享發財哥6大獨家精闢部署，基於專家意見，但加咗我嘅心得，好似煮餸，加咗發財哥嘅獨門調味。第一，先行體驗退休生活模式，呢個好似試着鞋，先知啱唔啱腳。退休前5年，你可以試下減工時，hea 下一日，諗下點用時間，行山、學畫畫，定係環遊世界，仲要制定財務計劃，減少開支。例如我一個老友阿明55歲開始，每週末唔加班，試住 hea 生活，結果發現自己中意寫博客，依家退休後靠寫作有被動收入，每月多千幾蚊。鮮為人知嘅內情係呢個試行期，可以幫你發現隱藏興趣，變成收入來源。記住調整早啲，好似改路早啲到達。第二，計算退休所需之具體數字，唔好靠估數，好似買樓唔量尺寸，買錯晒。你要列晒每日每月開支，食飯幾錢，旅行幾耐，比較退休前後邊度可以慳。例如香港退休開支指數話，每月起碼1.47萬蚊基本用度，但如果你住公屋，411萬就夠溫爆。想適合成住，起碼1000萬起跳。發財哥建議用 app 賬計下1年後嘅數字。真實例子，我識個梅姐，60歲退休前計晒開支，發現可以減一半娛樂費，結果多咗錢投 PVC， 依家每月股息 cover 晒生活。呢個部署邏輯簡單，知數先知點計劃，前後對接唔會亂晒龍。第三，制定 Plan B。人生好似打波，波唔一定入籠，總有 Plan B。世事無常，經濟變，市場跌，你要問自己最低要幾多錢先過到舒服退休。例如 Plan L 係每月3萬被動收入， Plan B 係2萬調整預期。專家 Barkin 話呢個可以維持體面生活。香港例子好多長者用呢個法，面對2025年經濟波動， Plan B 救咗佢哋。強哥，我一個老友退休前設 Plan B， 結果市場跌，佢轉頭穩陣債券，收入穩住，笑住話多咗個後備錄，好安心。邏輯 Plan A 係主菜， Plan B 係湯，兩樣齊備，飯局先圓滿。第四，盡量擴大目前嘅投資，呢個係直路衝刺，好似賽車最後一彎，加速但唔冒險，用 MTVC。香港強積金匹配好勁，勞資供款滾大雪球，唔主張高風險，
投穩陣基金、股息股鮮為人知。TVC 扣稅上限6萬蚊，合計缺碟用，合資格人士開戶即供，稅少交，錢多生錢。真實故事，龍仔55歲開始多供 TVC， 每月多500蚊，退休時多咗20萬，依家靠股息住收錢。發財哥心得，小投資長遠變百萬富翁，好似種樹，早種早收成。第5，保障晚年嘅醫療保健需要，健康係本錢，好似架車嘅引擎，壞咗就喐唔到，早啲買醫保。危疾險、長期護理險，中年買會貴，試下定期危疾20年期，保費平，核保寬鬆，對應老年病，可以用人壽保險附加長期照護福利，或者買終身年金，提供穩定收入。香港例子，2025年黃利報告話，40%長者預計藥費會上升，但有保險嘅人就少啲煩惱。阿珍，我老友50歲買定期險，結果6歲中招，理賠救咗急，仲話早買早安心，邏輯對接，保險振補醫療缺口。被動收入先至穩陣，唔使亂咁喐本金。第6，把握退休前嘅最後賺錢機會，老生常談，但真係金句。做兼職接 freelance， 多啲收入加埋退休儲蓄，好似最後一餐食多啲都唔下飽。Berg 再強調，額外錢至關重要。香港2025年銀髮就業多咗，長者做顧問，每月多成1萬蚊。真實例子。阿華退休前做 Uber 兼職，儲多10萬蚊投資基金，而家靠被動收入 cover 旅行使費。發財哥話呢個機會好似執錢咁，唔執等咩？講多句，退休規劃唔止關錢事，仲要顧心同身。老黑專家話要安心退休就要足夠醫保自住樓，冇負債。調查顯示80%退休人士資產比退休時多，因為留錢睇醫生同俾後人。阿佳分享減糖多做運動，記賬知道被動收入夠 cover 開支。例如每月1萬蚊開支，1年12萬，股息收24萬，多出12萬可以出國玩2次，量入為出。今年賺明年使，唔使焦慮。投資之前要有緊急基金，睇風險揀投資目標，大環境變調整預期，杜絕焦慮。再講多啲被動收入來源，被動收入好似種果樹，種咗之後果實自動跌落地。香港常見嘅有股息、租金、年金。MPF 提取最新2025年 SIFE 報告話，月月有息收。閒置現金投去債券，穩陣生息。真實案例喺網上揾到，銀行職員44歲提早退休，炒股有630萬，靠股息呢個日子。另一個32歲港男有133萬儲蓄，未退休。但長者好似74歲港伯攞長俸加內地留租金，過得幾寫意。發財哥建議由細開始買藍籌股，每季收息租樓，月收萬幾蚊，買年金穩定到好似個中金。再深入啲，退休前5年。點樣體驗生活？試下住平啲減開支，好似梅姐轉食加常菜，多飲茶少飲酒，每月慳成1000蚊投去 TVC。強哥學做運動，每周跑步，追蹤體重，衫褲鬆咗，健康加分。龍仔寫 blog 變咗 freelance， 退休後被動賣書。呢啲例子邏輯連貫，體驗書計數於 Plan B 送投資數保險 B 賺錢，步步為營。仲有香港退休開支 ，IFKI 指數1023升到1.47萬，2025年通脹推高。但計劃得好 cover 到，例如住自住樓唔使交租，錢可以留多啲投資，冇負債，好似背囊輕啲，行得遠啲。醫療方面買保險振補健保之外，少啲燒錢。依家發財哥同大家分享5個人獨特有見地嘅論點。第一，被動收入唔係賺錢機器，而係時間機器，錢自動嚟，你時間自由，好似買咗張永久機票。第二，退休前5年係測試場，唔係終點站，早啲試就早啲知條路，行少啲冤枉路。第三 Plan B 唔係退智慧，人生好似捉棋，多一步就贏。第四，投資唔止係錢，係種夢想，細種子變大樹，庇蔭你同屋企人。第5，健康係最大嘅被動收入，身體好，使費少，錢自然多。講咗咁多，希望你覺得有用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讚好、分享、訂閱。下次想睇多啲，記得訂閱，唔好俾朋友快過你知道。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下條片再見。